1998年7月2日，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伫国家统一委员会上明确而且坚定的拒绝所谓一国两制构想，更加进一步强调讲愿意甲中国分享咱的民主经验，同时呼吁中方要正视社会潮流，彻底改变。1999年7月2日，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瑞泽访问台湾，针对台湾甲中国之间的关系，甲咱国政府直接沟通。布瑞泽强调讲，美国真重视甲台湾之间的友谊，希望讲这抓会使互双方更加了解彼此。台湾时间2010年7月2日，美国职业篮球 NBA 金州勇士队印尼新一千600万的代票，甲哈佛小子林书豪签2年的合约，会变成有美国这个台湾人头一个做 NBA 球员的，这嘛是57年来头一位加盟 NBA 的哈佛大学的篮球员。